知唔知4月25日係咩日子啊？梗係知啦，係慶祝91學校80週年嘅開課日。有啲咩睇㗎？當日就犀利啦，係我哋幼兒班、低班同埋高班藝術多面體嘅成果分享展，有畫畫啦、時裝啦、花藝同埋文字等等。點止啊！當日仲有英文普通話互動劇場，仲可以參觀科學探索區、空中花園同埋藝術廊添。4月25日，到時大家記得嚟啦！